悄悄的大片空，甲道理才知的。这个歌连续几落题，拢是我早起去做的。囡仔歌的故乡，就以这几条歌做出来的，会使等于是代表我做囡仔歌的精髓，我真感念的这个歌。我要学作曲的时阵，是写差不多4、5条囡仔歌。我是拜这个许长惠，讲我要学作曲。伊看我的作品，台语的、国语的4、5本，看看伊讲，我敢若听你唱《点仔歌》，这个音乐听起来就敢若这就是台湾歌。我希望讲，你就是敢若专门写台湾囡仔歌就好。所以我学囡仔歌，唔是学的，是好上为甲我逼讲爱写的。每次若咧要上课的时阵，我就爱新作品互伊啊，伊就开始甲我批评，这个安怎好无？这句爱安怎来配合起来？伊就讲，你爱坚持写台湾囡仔歌，袂使气馁，一定爱学。将来你是台湾囡仔歌的专家一个，安尼才会使。这个就是后来我搁继续去研究的原因。医生交代讲，天太热，多喝水。啉一下茶太热咧，较大嘴咧。我拢上班顾家庭顾囡仔，我较会知咧，对吧？啊是一间毋知去倒吼坐火车，啊有一个囡仔咧甲因阿嬷讲：阿嬷，迄个点仔家伫遐。我心里呛着讲：啊，连那个小孩子7岁6岁还知道他是点仔家，我才知道说，我这个先生蛮有才华的哦。阮小妹是伊的班长啦。啊，讲来家庭访问，啊，因爸瘦酷酷，啊，佫乌徛徛，啊，阮小弟走去家叫我去同学因兜，啊，这较紧哦，丽君因老师来了，要家庭访问啦，遐等下就拼茶啉，啊，无啊，讲乌多摆要来叫阮遮啦，要好喜酒，哦，到第3届乌多摆来到阮门口口讲6点，尾伊就叫人来做亲情呢。啊，人另外一个嘛咧做咯，人迄个是政大毕业，因老爸做警察，嘛来咧讲亲情。啊，讲家庭开会讲，大家拢投伊的票啦，小弟小妹拢投伊的票。啊，唔只，哦，结婚就结婚，啊，咱也唔捌。啊，警察讲老师吼真顾家啦。伊的歌真正是阮练起来囡仔真紧会使朗朗上口。其实吼，即摆的囡仔没有很多人会讲台语，变成是用音乐、用歌曲去教囡仔讲台语。伊会强调，咱咧写这个台语歌的时阵，爱旋律口语化。点啊加念着卡，你唱起来加念起来是同款的。所以囡仔学起来真紧，啊囡仔学起来嘛真有趣味，甲伊平常时的生活会较活紧，啊囡仔嘛真爱唱。以前我是教合唱啊，唱台语的，老师较早是默默文，啊来台北遐人无唔捌我，去唱一个了，台北人知哦，园林有一个施老师，就这样我就没有办法要一直努力的来教合唱。想在
家，期待的希望，欢乐每一搭。家的老乡的，来家。